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本地3000万交保9冠到7000万，创下政治人物上悬的纪录，嘛着爱挂电子卡条来监控。法院讲到郭文哲的秘书柯志如讲伊目前无涉案的证据，就算柯志如也未到案，嘛毋是关押郭文哲的理由，所以裁定交保。另外，新庆京、应晓薇、李文忠嘛拢搁再交保，地检署讲会依法提出控告。 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甲家后陈培基牵手同齐离开法院，交保金为3000万，经过台北电医经裁批关到7000万重保，超过行政院前秘书长林益世5000万，是最近几年涉案政治人物保证金额上悬。陈佩琪陈律师。 一方面可能是他去要求检方那边给他解冻了某部分的钱，一部分的定存解除了，一部分他去找了应该是柯家的人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人。郭文哲交保各计4000万，法庭35点进前撞到，各加由陈培基亲自办保，除了保金提款，也和法院要求挂电子卡条。 办院合议中认定，虽然感觉柯志瑜无到案，也毋过证人拢无指出伊的涉案情节，目前被当作为涉案理由。而且郭文哲已经表明，两早时任党主席会降低继续接触被告证人的义务。只是伫其押庭上，检方主张柯志瑜捌协助办手机，互郭文哲化名罗廷伟，甲律师联络，也正做想袂到的代志。 事情的真相，我还是要再去清楚的了解，才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做评论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今天我可能是 nobody， 那也不会有人想要去用我的名字。检方质疑有第三者护照，你怎么看？比比亚桥面对镜头，我伫亲友的身边。同这个案的其他被告，台北市机关应晓薇、郭文哲竞选前财务长李文忠，甲维京集团主席辛庆京，伫竞裁了后全部拢交保，也毋过保金拢变悬，分别拢爱搁交1000至6000万。关键4名被告伫专案起诉了后，二度得到交保。北检回应，收到裁定理由了后，会依法提起控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